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6天。现在根据美西方很多媒体报道说，在俄军和朝鲜部队的攻击之下，在库尔斯克的乌军有1万人，但有的媒体说是6500人被分割包围。俄军向前推进了11公里，从北部越过边界进入乌克兰的苏梅州。据悉，此次进攻中使用了朝鲜士兵以切断乌克兰士兵的补给线，无人机战术扰乱了基辅的补给链和后勤。有很多媒体说，苏贾以北的乌军已经基本上陷入了困境，尽管他们可能会试图突围。总体而言，乌克兰武装部队形势看起来至少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而绝非巧合的是，他们的信息转输已经上线，并直接要求该组织残余势力撤出库尔斯克地区，以免在那里被部分消灭。有路透社的报道说，俄军几乎把乌军一分为二，什么 R-200 公路即将被俄军彻底切断。俄军目前距离 R-200 公路只有不到5公里，那已经在炮火的覆盖之内，正从苏梅州南北两侧向 R-200 公路推进。库里洛夫卡被俄军和朝鲜支援军攻占后，插入了乌军占领区的南部，试图拦腰切断乌军。这个《纽约时报》援引库尔斯克前线乌军部队的消息称，犹如进出通道持续受限，乌军可能在2周内放弃军事行动。甚至有人说，乌军已经有1000人的一支部队正在联系俄军准备投降，因为他们已经被包围，后勤补给线被切断，弹尽粮绝。甚至连凤凰网他也报道了，说库尔斯克乌军被俄军拦腰截断，6500人失联，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当地乌军形势在过去3天里急转直下，面临着被包围全歼的风险。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报道，库尔斯克的乌军已经被全部包围，大概1万人。关于库尔斯克的乌军被击溃、撤退、包围，已经不是1天2天了，闹了很长时间。大家还记得，在去年喀山这个什么金砖国家峰会上，普京就说过，库尔斯克的乌军有6000人还是1万人被包围。可悲的是，这些乌军被包围了，他们还不知道，这可是普京对着那么多领导人说的话。但是现在没有下文，现在又来了6000多人、1万人被包围。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还要进一步验证。自从特朗普断了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停止情报共享，俄军抓住这个机会对乌军进行猛攻，这个恐怕是事实，给乌军造成了障碍，造成了困难和压力，这也是事实，这个都能想象得到。但是说乌军就被他们包围了，包饺子，要全歼，这些至少现在听听就好了。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乌克兰的媒体叫 RBC 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没有从库尔斯克地区撤退，没有军队被包围。据报道，乌克兰国防军正在稳定局势并制定对策。俄武装部队从苏贾向西北推进至乌克兰边境后，俄罗斯就是库尔斯克桥头堡的局势开始恶化。现在这些部队想突破到巴索夫卡，并进一步到苏梅州的尤纳科夫卡。下一步，俄罗斯联邦和朝鲜士兵的联合部队在苏贾南部的库里洛夫卡附近取得突破。现在占领者的计划是切断苏贾至苏梅公路，从而对乌军实施包围。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桥头堡的宽度现已经缩小到11公里，由于森林地形和俄军大量使用光纤无人机，那里的防御和作战行动变得复杂，但形势还不算太糟。乌克兰的军队没有被包围啊，这是乌克兰的媒体报道，那就说明这个乌克兰在战场上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俄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甚至要切断这个运输线，这个恐怕都是事实，但是还没有糟到那种程度。甚至乌克兰的伞兵证实，俄军也很有意思，他为了打下苏贾，为了奇袭乌军的阵地，居然通过苏贾的天然气管道，大家知道吧？苏贾不就是俄罗斯通往乌克兰然后到欧洲的那个天然气管道的叫计量站，苏贾市啊。这个俄军居然这个异想天开，突发奇想，恐怕受地道战的影响，俄军士兵通过这个天然气管道，因为那管道不已经停用了吗？通过天然气管道准备顺着管道突然出现在乌军的后方，向乌军的后方阵地渗透。所以这个乌克兰伞兵证实，一支大型俄罗斯支队大概100人在苏贾市被摧毁，该支队通过一条废弃的天然气管道渗透到该市，这显然是地道战看多了。负责解决这部分通过天然气管道渗透到苏贾市的俄军的是乌克兰的第80空降旅。媒体报道说，有情报提醒第80空降突击旅，俄罗斯计划利用苏贾附近的地下天然气管道进行破坏，该旅部队设下埋伏，
等到敌人离开隧道后，再切断他们的退路。被困在这里面的100人部队中，约有80%被消灭。俄罗斯消息证实了恐慌，说他们派我们去送死，这是送进了乌军的口袋，顺着天然气管道。实际上，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情势也是瞬息万变。当这个俄罗斯军队向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包围圈推进的时候，乌军也没闲着，他在托列茨克、波克罗夫斯克就是红军侧、加西弗亚尔和库皮扬斯克周围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这普京希望在开始谈判之前，库尔斯克局势能够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式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错误决定让俄罗斯获得了难以忽视的优势，普京是否愿意立即暂停战争都是十分值得怀疑的。由于乌克兰军队驻扎在俄罗斯，也就是库尔斯克，普京在政治上不可能停止战争，因此俄罗斯军队将更多资源集中到该地区，从而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在其他地方成功反攻的机会。对俄罗斯的军队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占领的土地将不断流失，俄罗斯的人力资源也将不断流失。从各个方面媒体报道来看，乌军在库尔斯克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切都是特朗普造成的。那特朗普对此有什么解释呢？昨天这个网上流传出特朗普接受记者提问时的视频，记者问他说，你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不是给了普京可乘之机，正好猛烈的轰炸乌克兰？这个特朗普怎么说？大家看视频。President Putin is bombing Ukraine. Yeah. Do you still believe him when he tells you that he wants peace? Yeah, no, I believe him. I believe him.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Russia. But right now they're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Ukraine. I'm finding it more difficult, frankly, to deal with Ukrain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cards. They don't have the cards. If I wasn't president, this war would have had no chance of settlement, zero chance. But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and stopped. Do you, Mr. President, think that Vladimir Putin i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S. pause right now on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No, I actually think he's doing what anybody else would do. I think he wants to get it stopped and settled, and I think he's hitting them harder than he's been hitting them. And I think probably anybody in that position would be doing that right now. 这个特朗普居然轻描淡写的说很多人都会抓住这个机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这个说法说明特朗普自己承认了他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情报贡献。至于特朗普说的什么普京愿意和谈，他了解普京，这些恐怕都是自欺欺人了。乌军现在在库尔斯克这么被动，如果真的出现乌军有1万人或者6000人被包围被全歼，那这笔血债要算到特朗普头上，特朗普这个罪恶有他的一份。美西方媒体大肆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夸大的嫌疑呢？这个我不好说但是夸大也是为了刺激这个特朗普，这都是特朗普的责任。但是现在网上又有传言特朗普所谓的情报共享暂停，指的是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的那些国内的那些情报信息他不提供，但是乌军用于防御的，比如说乌克兰本土防御，这些情报还在共享。这些说法反正真假难辨，而且是瞬息万变。特朗普本人也就是仿佛无常，特不靠谱。3月8日早上，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支队利用蜂群战术长途奔袭了俄罗斯能源大动脉。俄罗斯联邦列宁格勒州基里希内夫格勒炼油厂遭遇袭击，其重要的催化装置及储油设施被摧毁。距乌克兰边境800多公里的这个叫基里希内夫格勒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其炼油能力约为每年2010万吨石油，是继这个鄂莫斯克炼油厂之后俄罗斯的第2大炼油厂。该炼油厂主要生产柴油、汽油以及飞机航空燃油，也就说明乌军还是可以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目标。那这个情报是法国提供的还是英国提供的，这就不得而知乌克兰前线指挥官分析显示说，白宫不是仅仅断绝为乌军提供情报，而是正在向俄朝军提供情报。特朗普在助纣为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国会商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同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施压，他已经明确表明准备为此开始采取的措施。这个国会商报写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美国政府代表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晤的前几天威胁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同时警告说如果乌克兰不同意结束俄乌冲突，他将完全切断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刚才特朗普在视频里也说了，美国与乌克兰合作比与俄罗斯合作更
困难。如果乌克兰认为结束俄乌冲突不符合其利益，美国可能会停止支持乌克兰。美国总统还表示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可能性，其中他提到对俄罗斯银行业征收新的关税和实施新的限制。实际上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特朗普一如既往的这个表态说法和行动尽显矛盾与混乱，反复无常。这个俄罗斯的政治专家叫弗拉基米尔·扎拉拉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了一种极其失败的方法，即通过威胁俄罗斯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进程。针对这个特朗普说要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制裁，直到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这个俄罗斯的专家说，特朗普希望推动和平进程，俄罗斯有一个更可靠的理由，那就是战场上的胜利，和平才是主要目标。当然说实行和平的最佳方式是在谈判桌上，但你始终需要有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依据。言下之意就是你特朗普，你恐吓一下泽连斯基，恐吓一下乌克兰可以，你吓唬欧洲还可以，你来普京吓唬俄罗斯没门。这就是俄罗斯人已经向特朗普表态，就别来玩这一套。我在以前节目说了，特朗普他就是商人，他怎么能调停分裂差距如此巨大的双方，把两个人叫到一个桌子上去谈判，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双方都认为道理在自己这边，而且双方都认为只要我这边再坚持一下，对方就会失败。你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何德何能，有什么手段，有什么能力能把人家双方叫到一起谈判呢？坐下来，大国派了特使走了2圈，对吧？得出结论就是分歧太大，时候不成熟，时机不成熟。特朗普显然就是要没苦硬吃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非要扭，两边施压。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他先压这个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极限施压，但是我认为他压过头了。你言语上面、政治上、外交上对乌克兰施压可以理解，作为他一种手段，他想和平。但是你把拜登给乌克兰的援助你给切断了，你把这个情报共享你给切断，甚至去在乌克兰制造混乱，对吧？接触乌克兰的那些反对派，想煽动他们起来把泽连斯基搞下去啊，这个就属于坏透了，这就属于帮助俄罗斯了。布达佩斯备忘录，美国是有义务帮乌克兰，对吧？这是你的承诺。乌克兰现在遭到俄罗斯侵略，你就应该帮他。特朗普不愿意帮，你美国利益优先，那拜登批准的，国会已经批准的，你给叫停，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说不过去啊。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他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倒向俄罗斯了，客观上在帮俄罗斯。但是他现在你光压乌克兰也没用啊，你能让乌克兰说无条件投降，对吧？俄罗斯占的地方全给俄罗斯，完了之后库尔斯克撤出来，扎波罗热、赫尔松俄军还没占的地方也得双手奉上俄罗斯。特朗普能做到这个吗？这可是普京的要求，所以特朗普反过来也压俄罗斯，压普京。那现在就看特朗普他怎么压普京的，小骂大帮忙，还是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恐吓，还是有实际行动，这个值得关注。但是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世界局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现在已经造成我们说的核不扩散条约，特朗普一边还想跟俄罗斯跟大国谈核武器，削减核武器，实际上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加速这个核扩散。你比如说波兰总理布斯克昨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波兰必须追求最先进的能力，包括核武器和现代化的非常规武器。记者就追问他说，你自己说我们希望拥有我们自己的核武器，我们是准备购买吗？你如何解释你购买什么意思？不是买核武器，是买服务，比如说让法国阵风或者幻影带着核弹头在波兰部署，这个就相当于购买，你得付费，还是波兰自己开发。这个图斯克他就对记者说啊，这个大意，他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了建议，他说我们非常仔细的研究了它，也就是马克龙不说了要给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他说因为我希望知道它的全部确切的含义是什么，谁将对这些武器拥有权限、自主权，就是你法国幻影战斗机啊带着核弹头在波兰，但是波兰没有使用的权利，用还要你法国同意，那这是两码事。就像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了俄罗斯的核弹头，但是卢卡申科想盘核按钮，那普京是不让他盘的，只能给他看看，这心理上安慰。波兰的意思就是你法国提供的核保护到时候谁说了算，我这儿被人打了，你说你不反击，那我找谁，对吧？这个图斯克他说现在英国遇到了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他们无法使用他们的核武器。你看英国的潜艇还在飞机上还携带的这是美国的核武器，那你想用得美国同意。他说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花费了数十亿，比如法国一年维护就需要140亿欧元，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它的花费也比较大，到时候你钱花了，你还没有使用的权利或者使用的
权利不明确，那你自己弄这个花费也大，所以你得把这考虑清楚。他说，如果一旦决定要做，就值得去确认所有的都在我们手里，并且我们是那个做出决定的人。什么意思？说的非常明确了啊！你来提供核保护，什么时候用这个核武器，对谁用，那是由波兰说了算，波兰出钱。别到时候波兰要打这个反击俄罗斯，你法国说不能，英国现在就受美国制约，白俄罗斯就受俄罗斯制约啊，就这个意思。那言下之意，法国总理图斯克说得很明白，就是法国马上要搞核武器，你就只能自己搞。图斯克说啊，我并不是在这里定义技术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会努力去观察。首先，我会去和乌克兰去咨询什么样的武器是最有用的，应该投资什么样的现代技术。他说，从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们是如何成为侵略的受害者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核武器，这可能是一个糟糕的表述。现在一切都很清楚表明，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核武器，我们就会安全。毫无疑问，这条路会很长，这也是必须达成共识，它将给我们安全的感觉。首先，波兰总理图斯克他说，乌克兰为什么被俄罗斯欺负侵略，他听了英法美俄这几个国家支持核不扩散条约，把核武器销毁，布达佩斯备忘录不就是干这个的吗？由英法美俄负责保护乌克兰，结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结果到现在为止只有英国还在遵守诺言，在给乌克兰提供这个源源不断的武器和援助。美国已经撂挑子，甚至倒行逆施。这法国呢，主要还是口号喊得响。这个波兰的总理这么清晰的提出波兰要搞核武器，这也是欧盟国家里第一个提出要搞核武器的。不光搞核武器，这波兰还要扩军备战。图斯克说，他说毫无疑问，俄罗斯正在大规模重新武装，为一场冲突做准备。这不仅针对乌克兰，还针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也就是俄罗斯未来恐怕要侵略波兰。所以这个图斯克说，波兰所有成年男子都将接受军事训练，波兰军队的士兵将从20万增加到50万。你看看是不是全面扩军？军备竞赛开始了，连核武器的准备搞了。还有这个波兰退出禁止杀人地雷的渥太华条约，退出渥太华条约的不仅仅是波兰，如果光是波兰，恐怕这个事情不那么严重，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键是爱沙尼亚、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这几个国家纷纷宣布退出渥太华条约。这就奇怪了吧？为什么是这些国家呢？因为这些国家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退出渥太华条约实际上就是他们要在边境要部署大量的地雷，防止俄罗斯侵略，所以要部署地雷，先退出渥太华条约。你看看，也就是跟俄罗斯接壤的这些国家现在都在战备，防止俄罗斯侵略，这些动作非常明显了。波兰总理还说，绥靖政策导致俄罗斯在乌克兰投下更多的炸弹，这是波兰对核武器、对扩军备战的一个态度。那么再看看伊朗。这个伊朗领导人呢，哈梅内伊说，德黑兰绝不会接受限制其导弹计划的要求。问题不仅限于核问题，他们还会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将拒绝，无论威胁如何，我们都不应退缩。哈梅内伊人家也已经表态了，你美国、俄罗斯你怎么捣鼓，人家可不放弃。因为乌克兰的例子就摆在那儿，还有一个三胖。你看司令官那国家2000万人，对吧？穷的叮当响，为什么那么恨呢？别人不敢动，因为他有煤气罐。你看乌克兰被揍得鼻青脸肿，现在没人管，就是因为他把煤气罐交出去了。所以你看伊朗，那肯定是谁也阻挡不了他搞煤气罐的决心。你怎么承诺都没有用。乌克兰这个例子，这样的悲剧，谁愿意会重蹈覆辙呢？彭博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核制裁正在失败。在全球冲突和外交破裂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研发核武器。你看看是不是核开始扩散了？我想乌克兰很有可能也在搞核武器。乌克兰重新把核武器捡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有个半年。乌克兰本来它就有这种导弹技术载具，这一切跟特朗普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朗普现在搞的这一出，专向盟友背后插刀，破坏了2战以来80年建立的这种联盟关系。今天特朗普还说了，这个不再保护那些不准备付钱的国家。特朗普说，他说华盛顿只保护那些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合理比例的北约盟国。我说过，如果你们不准备付钱，我们就不会保护；如果你们不准备支付账单，我们不准备保护你们。没有关系，欧洲现在已经觉醒了。首先是英国伊普索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增加国防开支意味着纳税人将承担更大负担，但赞成英国增加国防开支的民众比例有所上升。伊索普表示约44%的受访者称，即使增加国防开支会导致政府增加举债提
高税收或减少其他公共服务资金也应该予以增加。这一比例较2月份的 42% 有所上升。与此同时， 59% 的受访者支持英国当前在乌克兰冲突中发挥的角色，较上个月 53% 有所上升。这个德国最新消息由默茨领导的德国保守派与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周六表示，他们已达成原则性协议，将组建新政府。新政府计划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重振欧洲最大经济体，并增强其军事力量。也就是英国、德国已经开始军备竞赛了，那法国就不用说了，法国还要给欧洲提供核保护。环球时报报道，他说，据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7日发布的民调结果，今年2月上旬，泽连斯基支持率为 57%， 不信任率为 37%。随后在2月14号到3月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泽连斯基支持率增长了 67%， 不信任率降至 29%。 特别是3月1号到4号期间，接受调查的民众对泽连斯基支持率为 68%， 不信任率为 27%。 也就是泽连斯基跟这个特朗普和万斯吵完之后，他在乌克兰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啊！这些都是拜特朗普所赐。加拿大、芬兰和德国准备放弃采购美国 F-35 战机，这就是欧洲盟国准备对特朗普的反击。一旦欧洲动起来，欧洲的军工复合体，什么莱茵金属的、什么捷克的、法国的这些兵工厂重新投入生产，那你想想谁最吃亏呢？美国的军工企业。所以说，特朗普就是算小账吃大亏。普京同意在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临时停火。据莫斯科的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政府愿意讨论与乌克兰的临时休战，前提条件是在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有媒体表示，下一周在沙特阿拉伯要举行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首次会晤，双方见面旨在达成和平协议和初步停火的框架。我们看到时候这个特朗普是怎么协调的，有没有保证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到底是在帮受害者被侵略的一方，还是在帮这些强盗、帮侵略者？下周就知道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